2026 Australian Budget Negative Gearing 系列 Part 3流動性，你將來到底賣俾邊個？今日呢條片唔係 financial advice， 我只係想用 mortgage broker 同埋市場觀察者嘅角度同大家一齊去諗一諗。嗱，你而家買入一個 property 啦，佢係一間新樓嚟嘅，但係去到將來你賣出去嘅嗰一刻，佢已經係一間二手樓。到時下一手嘅 investor 到底仲有幾大機會會接你呢一層樓？尤其如果市場慢慢開始變成 investor 偏向只買全新樓，因為新樓先有 negative gearing， 咁你手上面嘅嗰層樓將來仲有幾大吸引力？呢一個就係流動性風險。以前澳洲嘅 property market 有一樣嘢其實相對容易可以計得到嘅，就係時間。譬如一個 area 平均 on market 擺上網賣，大概30日賣得到，你可以保守少少擺夠60日，再加埋 settlement， 即係其實你可以大概預測得到你幾耐可以套翻夠 cash。咁但係如果市場流動性開始變呢，呢個位就會有機會由 known 變成 unknown， 即係話你未必想賣就即刻賣得出，你可能要繼續 hold。而當你一路 hold， 利息、strata、insurance、land tax、council 全部都繼續俾緊。咁所以今次 budget 之後，大家未必只係問邊類樓會升，而係之後市場個流動性同埋個接盤結構會變成點。